我们再次像前面学习的一样，选出一些独特的客语字字词，对照词汇本比较相似的、易混淆的词汇，累积文句理解的实力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一个是昂长，一个昂长呢，在华语呢有2种解释。第一个呢是物质硬朗结实，第二个是精神或个性威武不屈。第一个华语的解释呢，我们看一个例耶，阿太叫身朗细耶，身体很龟昂长。一个时节的昂长，就是指阿太身体呢非常的硬朗结实。一下我们来看第二个耶，给法官龟昂长。判案铁面无私，那法官呢，个性威武不屈，办案铁面无私。接下來，我哋來看同昂長用法接權嘅第一個詞彙，昂昂、嗲昂。這個華語的意思呢，就是很硬。一個例子呢，我哋來看，一粒喇叭嘅嗲昂，很濕唔得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二个用法接近的词汇。头都讲的昂长有表示身体呢是硬朗结实。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词汇，杂神，杂神，这个呢表示的是身体健壮。那搭配的例句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伊看起来很按杂神，冇想到按家就这样的。他看起来呢，身体还那么的健壮，没有想到那么快就往生了。好，第三位呢，词汇很棒的呀，杂真，杂真，这个呢也代表的是强壮结实。例句是：阿公86歲耶，身體很輕雜真。第二個詞彙是老老夾夾。喺文章底背出現嘅係老夾，老也係夾，表示嘅就會混合的意思。所以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老老夾夾，就表示混合在一起，分不開。那我們的例句呢？麥嘅菜都老老夾夾，向下煮，咁會好食。這句話的意思呢，就是什麼菜呢都混在一起煮。一起料理，这种食物会好吃吗？第三枚詞彙，主菇，它的華文意思呢是物品堅固穩當，可用於屋、家具等人為之物件。一個例子係乜嘢啊？亞屋嘅許多歸主菇，崇拜嘅太體圖，沒全部影響到。華文的意思呢是這房子呢蓋到非常的穩固，上次的大地震也沒有影響到這個房子的結構。